绝情风，绝情雨，透袂离。夜头看无半边月，才知讲过去的种种，亲像水破落地，歹收回。我行来到上车路口，提醒家己心快意，无路用。高前头拄所讲遮，分明拢是台语歌的歌名。是啦，对1980年代迄倒到即阵，真侪歌星咧登台，共款拢爱唱。这拢是台语歌坛的教父纪明亮老师的作品。今仔日心所爱的歌的节目，邀请纪老师来到现场，要甲咱开讲伊创作的过程，伊写歌一路行来的心情。我感觉老师有一句歌，伊足特殊的唱法，一听就知影是纪氏纪派的这种曲风。老师伫咧录音的时阵啊，我觉得他很有耐性。但是我若看伊一直食薰，我就知影可能录了无啥概理上，无啥符合老师的标准。迄个时阵呢，其实我嘛是会足紧张的安尼哈。不过我觉得老师真的很棒。好，伊都会跟你讲啊，别紧张啦，你唱了就好个啦，什么个。然后有时候啊，我都会甲讲，老师，我感觉这唱了无好啊，哈，跟他应该使个那什么，伊就会甲我讲，这个故事我永远都会记的。伊讲恁这歌手就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那听吼，就感觉遮无满意，遐无满意，啊，遮会当搁改。我甲你讲，查某囡仔吼上水的吼，都是初恋，你知唔知？迄个感觉吼上自然，吼。啊，唱出来就是爱有迄个初恋的气味，人家会想要听，搁再听，然后就会感觉很多的回忆。老师，我真的好感恩您哦。不管是私下做人处事哈，你和我咧录音的时阵会当放松。也是讲，你甲我写遮侪成名的经典歌曲哈，第三杯酒啦，心怪无路用啦，雾啦，爱你无少代价啦，半边月啦，绝情梦啦等等。我个给老师迄阵啊，甲我讲吼，你一定会互我过5关。因为迄阵啊，每一个歌登去读的时阵哈，其实我压力比较大。我讲老师，过来要安那？老师讲，你放心嘛，我一定互你过5关哈，只要这5关若过哈。你的歌坛上呢，就可以奠定你龙千玉的地位，跟龙千玉的基础啊。所以呢，老师，我真的好谢谢你哦，一辈子的恩人，一辈子的恩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真情若会沦落残酷的
你真正未来所改。啊，落过的大风台，七过的做存在，听你的口才，袂比你老的海，遐尼厉害。就我们你的良心何在？良心何在？大声骂你不该不应该。啊，六过的大风台，七过的做存在，听你的口才，袂比你老的海，遐尼厉害。就我们你的良心何在？良心何在？大声骂你不该不应该。唔信牛的步脏水，爱路凊退。今日心所爱歌节目，竟然邀请到台语歌坛名作词作曲家纪明勇老师，老师欢迎。那心所爱这个歌的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真正足福气，啊，古前吼，甲你头口步，头一句就学你的。你咧讲评做评审的时阵，真侪歌唱比赛电视咧播出，人拢咧等讲。今日纪老师要安怎评审，要安怎讲这个俗语呢？啊，照我所知，你捌甲我讲过，做评审实在目的是要找新人，对无？还是啦。尾啊，伫迄个21世纪的时阵，内底咱就知影，原来有一寡这个孙淑美啦，吼，方顺吉啦，啊，方冠珍即摆方佑新啦，哦，因遮的新人出来安尼，啊，算讲接袂去长去啦。啊，若无的是人咧讲哇，台湾的歌，这台语歌界。啊，拢全一寡遮迄落，拢差不多接伫迄个民国41年厝诶，啥物曲兰芬啦，吼，啊谢庆啦，吼，刘燕燕啦，拢差不多一只迄个新诶较无啦。即摆少年来讲，要讲纯粹台语真少。我有发觉来讲，即个歌词，若毋是讲我做即个台语用着怪怪，都是迄个一寡古早写过迄个物件，伊去甲扣一半句仔来，拢是安尼啊变。迄个创新感都较无。较早我去日本录，因为是我含日本的一寡作曲家吼，含迄制作人有伫遐咧研究。因讲较早日本的迄个演歌吼，因迄个乐队咧走，这个乐队虽然有误差哦啊，但是较有人性化，就是敢若手工的馒头较好食嘛，吼啊后壁来，因一阵仔就是咧变迄款叫做合成乐器，就是 MIDI 的，用电脑来做的。啊，电脑来做来讲，480%秒拢无误差，啊，佫真准，啊，佫感觉真神奇。但是迄个物件是冷的，就是没有那个人的温暖度，所以因的迄个因的听众朋友吼，有一直失去了尾仔是因日本迄当初因讲袂使，安尼落去会失了。因佫甲即个做好的即个合成乐器，等后歌唱好了，甲乐器随行啊，佫甲抽掉，佫甲改正港乐器。啊，才佫活起来，因为迄个数位迄个物件，其实来讲，咱敢若讲来讲，我甲编曲迄个叫做有影无单雷迄块，吼，迄个较早的是，咱即摆迄个乐队走来了，我爱过去读乐器嘛。咧读乐器的时，我耳机咧听，哦，迄听着真爽。啊，但是结果迄个digital数位的物件咧落来了，我开始要弹了，哦，声带遐定，啊，遐定，啊，没有弹性，啊，无人性化，一直弹袂落。所以迄个物件是尽量莫用较好，但是嘛无法度方便啊。我家己本身安尼，虽然有对这个物件有反感，
我家己嘛一间对一套录音室啊，迄落嘛无法度对时代啊。啊，老师头拄仔讲，即摆少年辈自生目睭发目白，看到的拢是合成的乐器，伊哪会知影讲较早真心的乐器感动人？你捌甲我讲过，讲红白沙的把舞是你专工去找对无？较早阮伫录音室一棚甲对入来，都是60条歌嘛。啊，像60条歌，等咧录，已经录甲特别好啊。尾啊是迄个头家全摕一张歌来，下7条，你搁临时甲编一个。我啊，迄个乐队车拢走好啊，我讲啊无你乐队小等咧，我真到边仔就开始甲迄条红白沙啊，我到边仔较紧的编。你现编的哦？现编嘿，20分钟编好，编好了后是结果是讲啊，迄乐队因为小提琴的因遐拢走啊。敢若剩拍鼓的秘书含遐咧用的，我讲啊要安那，我讲无要紧啊，我就去叫一个迄个伫艺专的一个姓刘的教授，伊遐有一支把舞，啊我就甲编落甲分的，甲分的人大家讲，迄是洞箫还是啥物乐器，搞不清楚，但是落去迄头2句尔，就掠着人的心嘛，所以迄条歌出来咱真正条红白沙真正变叫，哦，所以陈英杰迄当初是搁再搁翻起来，就是讲红白沙。下叫，但是后壁迄集的时，迄个作曲的甲你写一个叫做《毛毛雨》，毛毛雨比红白沙较细讲啊，所以小水龙就减一半去啊。过来后壁迄块有做露水，露水就敢若剩一丝仔淡淡尔，迄小水龙搁较歹去。过落去迄集叫做天袂光，我含露水一点就拢无，所以小水龙做歹。所以迄个人咧讲我做好这个光明，原来介重要呢？迄绝对爱安尼真在，唔好安尼一直降落来。迄个时阵，你甲龙姐连续做6地，歌名毋着拢足用心计工。唱片公司头家带伊来我遐的时阵，讲叫我甲写，我甲写的是因为迄当初是因为伊迄个头家吼，还佫三心两意啊。因为讲志明人做遐济啊，我唔知通好做无，所以伊还咧惊，咧惊的时阵，我拄有一条歌。当初是猫咪唱片公司甲我写的，要提起互一个歌星唱。迄个歌星，迄个唔知尾仔咧闹情绪吼，尾仔的时阵全伫遐咧咿我安尼等下我都咧欠歌，迄条全摕转来，迄叫做心歌也无路用。哦。摕转来，2000里一个落去，就对啊。迄个歌星听伊讲，迄个歌星是去唱一条啥物来去洗牙齿安尼嘿。动箫声，替阮诉出心痛痛。命运注定，漂流的命，虽然心酸，也着向前行。听见遥远有人叫阮的名。向越头，山看无影，只有当箫体会我心情，陪我受尽人生苦情。冰冷的动箫声，替阮诉出心痛痛。命运注定，漂流的命，虽然心酸，也着向前行。听见遥远有人叫。阮的名，向越头，山看无影，只有当箫体会我心情，陪
叫阮的名，雄雄越头煞看无影。啊，只有当时体会我心情，陪我受尽人生苦情。敢若单独一支乐器，有才调写出一条歌，悲叹的洞箫。我相信老师你一定针对洞箫的特色做研究。啊，我嘛相信讲，毋若洞箫、小吹、萨克斯风、琴、贝斯，各种的乐器的特色，你拢做研究，因为你逐项都会晓得。啊，因为迄当初11、2月，我就开始咧分小吹，搁分萨克斯，啊，拢规个乐器足爱，逐个乐器都爱安尼。那么到尾的时阵，到14岁的时阵，迄阵读到差不多学校用势要互留级啊，要互落地啊。要互落地的时阵，迄个阮老爸就讲，好，你就是开始咧耍这乐器，才会安尼。咱甲我转校转来甲某一个学校，来甲这个学校内底的时阵，迄个乐队内咧分迄下早是国歌吼，一个国歌都分袂透，分到迄关键咧到底我无甲一支会弹安尼。好，我看甲是安尼吼，袂堪的就对啊，咱用要挡袂掉，我就讲，啊，我甲加入来，我就甲加入去，我就一支小册就撒起开始我分啊。分的时，结果喺学校内底，因为喺学校内底训导主任是古典乐的，啊，伊含我谈过了，伊知影讲，这个我的这个音乐到倒位啦，伊就到尾甲我讲，无你来教就好啊。所以我14岁学生兼老师教学校乐队，啊，所以乐器逐项摸。啊，咱这来讲，就是因为我家己迄当初的是尾啊，过来伫迄歌厅有诶无，这乐器我小吹啦、萨克斯啦、鼓啦，我拢咧耍嘛。耍的时，所以我就对这个乐器咧编曲的中间，我就较有摄入中间吼。其实王瑞霞来讲，伊咧这首歌曲，伊当初毋是咧拍这首，啊，但是这首吼，因为一寡听众朋友吼，大家拢足爱唱的。啊，做爱唱来中间说，啊，这条煞有做，安尼经过10几年了，才自然安尼一直红起来。起初连 MV 都无拍呢。无啊，无拍，拢总无拍。啊，公司尾啊就收起来，尾啊遐才家己红起来。你像王瑞霞来讲，伊毋都唱迄个《绝情雨》开始红起嘛。这个《绝情雨》来讲，你们看王瑞霞安尼吼水水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这个查某来讲足雄的。嗯，嘿。自阮捌伊吼，伊拢是听堂，拢是照顾我的，啊，伊讲话拢足温顺的，那有可能足雄，足雄的。伊已经有落过2地，啊，2回迄个销售量无够伊的迄个头家迄个介意就对啊，迄个目标。头家尾啊怎讲？你叫我去讲，你这个一定爱甲我带起来，一定爱甲我带起来，若无我要叫伊等于加红啊。吼，头家迄个都土人啊，安尼讲。我结果的是，伊全派一个叫做阿进啊，王瑞霞就去我厝内。啊，厝内是我讲王瑞霞，我也无足了解你的歌，我要安怎去写，我唔知。吼，啊，伊就讲你有春歌无？我讲无呢，应该无啦。我拖下内底，因为我当初有写黄义玲《绝情风》，对，啊有风就有雨嘛，我就搁写条《绝情雨》。但迄条《绝情雨》我就放伫拖底，因为咱风搁出煞，后壁搁出雨唔好，咱就搁出1、2条了，迄条才要搁黄义玲唱。啊，我拖倒唔得，安尼扭开了，叫王瑞霞看到，王瑞霞偌凶，你知无？插这条我要滴，一个杀了去哦，我一定要滴。啊，结果的是我讲，这条可能无效你唱，我第一句我就唱好听，好罗这安尼错，伊就这条我要滴，一定要滴，下尾阿一个打死都一定要滴安尼，好，我都甲唱去安尼。所以我甲伊讲伊足凶的。你头拄啊提起的讲绝情风。绝情雨，搁尾啊，绝情风雨。你咧对歌名是毋是拢用足侪心情？有当时是迄个环境啦。你像讲，我龙山里我甲伊过5关嘛、6关嘛，吼，拢破10几万嘛，吼。内底有一条第3杯酒，啊，就是咱去参加迄个人的婚宴的时，大家伫遐咧主持人伫遐来，
新娘新郎甲大家敬酒，第一杯咱就互伊安怎，啊，第二杯就互伊会当安尼有做生囝，拢有做将做立法委员，吼，啊，第三杯安那有诶无倒倒咧去，讲哟，啊，我会使写第三杯酒咧，啊，第三杯咱就莫讲啊，吼，所以我就就甲扣起来安尼。老师有制作迄款嫌疑的感觉。迄条歌其实唱片公司嘛无咧拍这条，啊，这条就是变安尼婚宴必备。所以迄个所谓来迄个有做快乐的吼，迄个来结婚典礼内底，这条歌无唱，敢若未煞咧安尼嘿。敢若我还有另外一条歌叫做《航路帝国》，吼，迄伫新加坡来讲，迄新加坡你咧讲的迄个歌场迄吼，敢若无唱这条，敢若未煞咧。这条都迄白冰冰的嘛，吼。啊，迄当初白冰冰的是讲啊，你来甲我写一条歌，吼，啊，结果迄内底个。人啊写一条安娜达，吼，啊我就写迄条，啊结果拍安娜达，拍，这条是听咧，但是无人咧学咧唱，尾啊航路帝国落去，哇，我一个就对啊。这算甲酒有牵连的歌。你原来特别这方面，敢若有研究？你是足够啉，啊啉烫海，啉足透的是无？我的酒量吼，差不多一杯米露安尼，我都爱讲出去啊。我烧酒都赢一个人，叫做叶启田。因为我2汤匙啊，一个酒量是1汤匙啊。酒来讲，爱有做，可能是迄个环境爱看啦。啊，毋过你酒歌写足济呢。系啊，陈立农嘛，我嘛写一个酒胆。但是陈立农来讲，因为我看陈立农咧啉烧酒会惊人，啊，所以我尾啊，我才去甲转甲写酒胆呢。伊陈立农咧录唱片的时阵吼。你比如讲，来下晡2点要录音，你就1点半就听到迄个楼梯啊吼，铿锵，迄一个搬烧酒的，啊伊就安尼当做滚水安尼咧啉安尼嘿。所以伊咧啉，我讲哦，我这个人是安怎酒胆哟，咧靠酒胆哟，啊咧都会使写这个歌。啊，其实来讲，我写迄个都原来对伊的心境，对伊的迄个叫做伊的一生的这个过程，咧啉烧酒的过程。原来算讲有摄入一些啦，我知影伊的情形啦，嘿，所以来讲，伊做歌星实做得足无快乐的。是安怎讲？嘿，伊来讲，你看伊第一题是形容迄个行船人的孙正克，去互红起来。啊，后壁来讲连续10题，拢总无行船的，拢总是讲着烧酒的代志。尾啊，大家拢当作讲伊是行船阿龙，其实来拢误会啊。伊毋捌行船哦，佫讲较白，伊会晕船。安尼是？因为伊一个朋友甲我讲的是讲奇怪，是安怎你迄个伊无第2集、第3集无过迄个有行船的歌，啊，伊的朋友拢缀调咧，啊，缀调才一直咧笑，到尾啊是迄个第10集、第11集的是我是安怎他也无这啦，啊，伊迄个结果尾啊，伊个朋友才甲我讲，迄有可能伊都会晕船，啊，我晕船啊是安怎？就是安尼哦，伊后壁迄制作老师他拢无去找即款的歌互伊唱。啊，伊讲结果的是，伊的歌是安怎学的？伊的朋友就讲，啊，伊都拢伫咧江边啊，因厝内咧卖一寡迄个船顶的物件。啊，船若要出去，啊，伊就会去伫迄个江边啊，迄个岸的吼，啊，脚骨搭伫顶岸咧，啊，脚骨搭咧顶啊，啊，岸咧安尼，啊，看人准备出去，啊，就伫遐咧唱歌安尼，嘿。所以伊养成尾啊一个坏习惯，伊若伫录音室咧录唱片的时阵吼，人咧迄个麦克调咧，拢安尼乖乖啊徛咧唱。伊毋是哦，伊爱一骹举只椅仔放咧，互伊搭咧椅仔顶滑咧，安尼唱，伊才唱会来。迄椅仔甲举走，伊就唱袂来啊。迄那是坏毛病啊。这拢亲身伫到音色内底才看会到的。爱制作老师啊，安尼录音室才看会到。啊，这是一龙一生最后一张专辑。对。啊，我知影，张秀清秀萍姐啊。一生头一个专辑，原来你写，原来甲酒有牵连，原来是景的，是杯米如讲半杯泡。你真正足够，毋是啊？足够写，毋是足够啉啦。因为伊当初伫迄个南部起来，南部日头较大吼，啊伊佫参加歌手比赛，7比歌时甲带来是细粒子，才17岁，啊煞咧佫拍到乌安尼吼，起来到地安尼吼，啊一个嘴啊安尼夹叫了，啊结果7比公司讲要安怎，迄个拄我毋才甲写一条叫做半杯情。一杯米露半杯泡，因为看那倒倒袂甜嘛，所以感情是一半是假，一半是真的。所以因为半杯情了后，我后壁
才会搁去写一条半边月，拢一半一半。哦，啊，由我咧写绝情的绝情风、绝情雨、绝情风雨，到尾我绝情的边啊写落拢对，啊，尾就甲伊出一个夭寿啊吼，去甲伊写一条歌。真心换绝情，啊！转后壁我绝情转无去，迄个夭寿啊叫做吴宗宪，嘿，迄有够夭寿啊，完手叫做大，啊，真难，转甲我总结起来。一阵一阵的艰苦，你敢是跳伊歌？你敢是去远渡？一路几个步，将阮的爱耽搁。一点一滴滴落土，心着一阵一阵的艰苦。你敢是跳伊歌？你敢是去远渡？一路几个步，将阮的爱耽搁。伫台语歌坛付出用足侪心情，创作遮尔侪作品。纪明恒老师，伊本身的过程有当着比较艺人，啊，佮加真精彩几落倍。较早的时，就是拢耍家己，我那伫酒店内底咧分三个数吼。啊，迄阵啊来多分了，感觉较真忝的时阵，讲啊无我要来学琴。吼，啊，迄当初拄好去下着咱台湾西餐厅开始咧起来，50年前吼。西餐厅内底拢咧弹琴，啊，我就原来去西餐厅弹琴，啊，嘛有去迄个6条通迄款的吼，迄款的迄个 club 内底咧弹琴。嘿，啊，咧弹琴中间倒一摆，就是迄个唱片公司人迄编曲制作煞了后，
来遐咧食宵夜。啊，转一个编剧的，甲我揪边啊。伊揪边啊是讲，伊看我咧弹琴，讲啊你弹琴含人拢无相共，因为我毋是正统的嘛，我是较流行歌化的。咱甲讲，你会编剧，我讲我会啊。结果的时阵，转安怎呢？甲我揪伊的办公室，替伊幕后咧编剧，用伊的名，啊我咧趁钱，我甲编剧所编出2年，嘿。所以，真侪较早国语唱片吼，有几个歌星、2、3个歌星，迄个幕后编剧是我。到尾啊了后，这个唱片界人家知影，才开始，才叫我开始入来编剧。啊，即摆咧找歌，找，唱片公司讲，啊，都找无好歌了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抓咧有诶唱片公司有压力，就是讲，今年一定要出2张，因为业绩才做会起来。啊，但是你找无好歌，佫无再来做。啊，尾啊，就咱来甲右边我。啊！你要编剧的人，你一定要作曲啊，合理啊。嘿，啊！你家己落来作曲啊。我话讲，唱片界编剧的赚编剧的钱，制作赚制作的钱，作曲赚作曲的钱。啊！你即摆我已经编剧，搁做咧制作的这钱我咧赚啊。啊，剩迄个人迄作曲的是遐济人要食饭啊。啊！我讲唔通啦，伊讲无要紧啊，无你写一半条啊。我结果甲写出来，哦对，我要安尼。你刚开始，新开始你是写倒一条？总是为着爱，收不回爱，这2条吼。啊，结果唱片公司讲，哎呀，你这安尼好啦。啊，我讲安尼袂使，安尼无卖用我的名，我咱用阮太太的名蔡素慧，甲做笔名落来，啊，蔡素慧。算要骂人的年目啦。莫互我甲讲，莫互错，大拢咱咧谈。甲讲规碗旁，结果尾啊。连续收不回爱啦，梦心肝想看卖啦，水破落地啦，啥物拢总对，啊，拢是一个查某真可敬的，黄以玲迄款足可怜的就对啊。所以当初迄个唱片公司个人唱片内底，逐个月都有出一通安尼批，迄关键听众朋友写来要有蔡素慧收，嘿。啊，你的身世一定很可怜啊！你要怎样坚强活下去，不要那么痛苦啊！那有诶无一大堆安尼。逐工都迄一大堆啊！我摕来个，我是要安尼看，即要安尼讲安尼就对。啊，拢唔敢讲啊！啊，尾啊了，迄彭佳佳因拢规拢甲我讲做哩啊，规都拢明显啊。那无要紧啦，蔡淑慧就是季明阳，还有小松也是季明阳，还有小军也是季明阳，季明阳也是季明阳，4个名伫咧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你安尼当请赢的是龙千玉、王瑞霞、黄以玲。啊，黄思婷，对，啊，搁叶启田，因拢咧唱你的歌的时阵，你免那个保持找灵感。免那个保持讲有才调，佫一直写新歌，啊，佫一直会对。我那机会啦，你像迄个拜卡吉啦，伊有拍一个电影叫做《气角的太阳》，吼，这个电影，讲叫我写条歌互伊唱。啊，迄头家是讲啊，无10天互你写，我结果到半个月我写袂出来，因为我有压力嘛。哦。有压力的是，伊逐工啊有好无？啊那好，我就真正，结果到差不多到25、26天，我才勉强写一首，我足无满意的，啊，互伊。迄首我伊等下摕过手了后，头家都转去，我就去便所上大号，因为我已经解放了，我入去内底10分钟，我阁写一条。好说什么名？迄条叫做《龙珠的忏悔》。哦，迄条是伫便所写。迄条是便所写，迄条是10分钟写的。啊，迄条一条写25天的。迄条我来，迄条摕倒转来，来，这条互你，安尼。所以有时候迄个物件吼，你著讲，迄个有压力的时候就写不出来。啊，有当啊凊彩写，你就讲啊，叶启田的迄一条甘愿，啊，伊就是讲啊，伊要去选立法委员呢。要选立法委员的是讲，啊，即个你要甲大家即个感谢有诶无？我结果迄个影像我都铺出来啊，铺出来我都向都给他写出来，啊写出来哦，就对啊。所以有时候是机会啦。啊，有当下我若变，我即摆个习惯就是讲，我若找袂到迄个灵感，找袂到迄机会，我就甘愿唔写，因为眼前抑阁有一个已经等50几天啊，有做。叫迄唱片公司头家伫遐逐工咧甲我讲50几天，我也讲歹势，我写袂出来。伊讲啊，你真正写一条，我无爱安尼，到即阵抑阁无。啊，我相信毋是干那讲写歌尔，你嘛捌甲我讲过，唱歌嘛袂使有压力，尤其比赛的时阵。即摆咱就来讲一个龙千里，一个彭水娥。迄彭水娥，你看伊讲老将啊吼，已经唱过了10年吼，
伊甲录音室内底入去甲内底，迄个喙拢夹作安尼，所以人讲伊做火车鼻啊，咦，讲那么含人手边夹作安尼安尼嘿。啊，伊的内底唱片，伊的唱片中间逐地都夹啊，我听着足艰苦的，是安那无才调互伊放松。一摆是都要过年的前5、6天，我讲，我敲电话讲，安安，咱咧歌林唱片公司足侪钱的，录音室是我朋友开的，无啥钱通赚。咱就反正伊这过年前1礼拜无生意，咱来录音室佚佗。来佚佗，你练习安尼就好啊。等下伊入来时，我扑者我就甲头落啊，无爱讲，扑者就甲头落啊。头落的时，结果出来讲，真赞，你唔捌遮赞的。伊结果挖咧出来甲讲，听看卖，听袂使，要搁顶唱，我无爱互你顶唱。伊讲你特别顶唱好，我咱甲关起来，另外搁开一道搁互伊顶唱。但是顶唱绝对无会好，迄叫做迷茫的情。所以伊迄条咧唱得加足松的。龙千里嘛共款啦，龙千里的时，我讲下晡2点要开始录音，伊一定1点就来。来的时候就在一直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练到尾伊压力太重，迄个嘴已经夹了伤暗，就安那。我结果来到我讲系啊，今日免录音啊，我等到边泡茶，一直泡，有人泡1点钟了，他泡2点钟呢，泡到尾啊，龙千里就差不多讲，你这制作人你都搞啊。要甲我放我凊彩，好啦，要放凊彩，大家来乱，伊就弄了，好，入去，互你练习就好啊，扑一甲头落去，迄是上好诶。有当时啊歌手嘛，互你骂甲惊咧，毋是每一个歌手你拢对人家好咧。一个唱片有可能开起来就是800万至1500万，有影超1000万。啊，你唱片公司来讲，毋是真粗的资本，你来一间唱片公司，一地无销，迄头家就挡袂牢啊。2地无销，头家就差不多开始咧借钱啊；3地无销，就爱关系就倒落啊。所以唱片公司内底1地无销，伊一定第一名，迄制作人甲我找迄什物歌，甲我制作迄什物物件，互我无销，好就开始骂啊。这个所以变做迄个压力无形中伫制作人的心呢。制作人的心呢，若伫迄个心的时间，伊就开始一直积，1天2天一直积到尾啊，迄个脾气就来。还佫有一个制作人我一个好朋友，这个国语的，迄个做，无要紧，我甲讲伊名好朋友汪孝良。伊甲你讲，没关系啦，你等下慢休息一下嘛。这摆走去便所放球时你个水看，你就听嘣嘣，你到尾出来迄便所迄壁安尼蒸到落2窝，我家己安尼蒸啊，所以变成他没有办法发挥。阮一个制作人若挡袂牢啊，当场就出啊。3字经嘛，咩呢？嘛无法度，3字经嘛骂过来歌手也骂过啊，骂甲哭啊。但是有时候，咱一个年纪较大起来讲我甲骂，伊顶多搁愈紧张啊，要安怎？到尾就我咧想一句讲，要烂，大家来烂，尾我就开始慢慢会开始解脱。所以尾的时阵，后壁的歌曲来讲，都毋捌话骂过啊，静下过来骂甲足吃力的。闪切路头，我心徘徊。悲伤思泪流心肝底，为爱痴迷，情路来分相册。茫茫不知长远也倒头西。山林海誓到路尾，怎样会来厝阮地？真情付出的代价，原来是伤苦多。凄凉的路边的灯火，相切路头陪阮徘徊。雨风雨
阮相找路顶徘徊。相找路头，我心徘徊。悲伤珠泪流心肝底，为爱痴迷，情路来分相找，茫茫不知长远也倒头西。啊，山明海誓到落尾，怎样会来厝阮地？啊，真情付出的代价，原来是受苦多。凄凉的路边的灯花，相找路头陪阮徘徊。人又风雨吹，无卖怨无后悔。坚心伴阮相找路顶徘徊。啊，山明海誓到落尾，怎样会来厝阮地？啊，真情付出的代价，原来是受苦多。凄凉的路边的灯花，相找路头陪阮徘徊。人又风雨吹，无卖怨无后悔。坚心伴阮相找路顶徘徊。水下姐欢迎。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嘿，老师你好，国珍，国珍你好，哎呦，最紧张的呢，坐你家今日小可会喘呢，没啦，水下姐啊，看到老师会紧心张。所的歌是你的老朋友啊。是，老师呢是我在音乐上的算是音乐的教父，因为我伫个录音室开始录音的时阵，做者唔慢吼，拢是老师伫个内底安尼一字一字安尼教起来。表示讲老师较早可能有甲你骂到的款。嘛无咩啦，其实老师迄时讲吼，老师讲实在我听不啥有，因为我的程度无遐好啊。因为来讲吼，其实唔是干那你安尼啦，因为农村里嘛有哪听无啦，咱台语就拢双拼音嘛。对。哦，一字内底有当两字，两字有当三字，哦，无得卡。你比如讲，心思写人知，你看个心思写人知是5字，其实11字。心思有写人知，所以后壁字叫做韵。所以人讲啊，王瑞写后韵真好，后韵都唔是咧食地讲有迄个后韵，唔是是后壁的韵。是。啊，我人讲啊，个唱歌会牵丝，就是即个后壁即个韵。所以人讲吼，伊的后韵做好，迄唱歌会牵丝，所以迄个做咱咧讲的这个押韵的这个韵。啊，因拄开始出来，因无去接到这，落到来钱就唱落。真是嘞。迄个，我就捌看到迄过来，有当时啊，有当咧唱的是迄个坐咧到电视顶啊，我就看到我就好想要甲骂。伊安尼，迄个想看卖，伊个想看卖，后壁当无去。啊，迄后壁迄后韵拢无去，佫
顶唔知唱啥，啊，佮有个人佫会乌白去加迄个韵脚，哦，韵脚，咱比如讲食饭，食饭，一定就是食饭，无人讲我要食饭，无人安尼啊，咱迄个悲叹的洞箫嘛吼。啊，只有洞箫，啊有一个好，我要装饰音，只有洞箫，哎呀，动着就起痟，迄就是乌白加词音就变字去啊。是，迄个时阵我会记得，伫录音室内底，季老师教我教每一首歌，伊拢会徛咧哦，佮有迄个动作哦。我有一首歌《感情好》，风阵阵吹来。秋叶落，秋叶要落来，老师就安尼表演给我看，几啊十档啊，我嘛是记得迄个表情。原来这个秋叶，老师讲叶啊无重量的，伊是一个感觉。啊，你袂当甲迄个唱歌口气遐尔重啊，你就是一个气氛，你要甲迄个秋叶，互听到的人感觉讲是遮尔啊凄凉，啊，毋过是轻轻啊唱。伊毋是家教你唱歌出这个声，伊搁徛起来吼，安尼表演互你看。你讲到这吼，你有发觉阮某拢无爱去录音室看到我无？系真是的呢，我师母拢无出现哦。因为吼，咱若咧讲哦，做你我咧教歌星吼，这歌星像对拄则咧讲的，这个免软的时阵，我就爱做动作安尼比。阮某一个安尼看我安尼伫迄歌手面前，敢若卡安尼比来比去，伊一个问一句讲啊，这敢阮翁好行一个去看的，后摆伊就拢唔来录音室。啊，老师的歌吼，拢是安尼落软搁酸甘甜，所以阮伫咧演唱的时阵，迄个心内吼。佫是讲伫学习的人吼，毋是讲遮尔啊济有基础的人。讲实在，迄个时阵我碰到足侪挫折，想无一直伫遐弄拼。每一遍老师，我要入去录音室录音，我拢腹肚痛呢，足紧张的啦。腹肚痛。我逐遍都录音，就腹肚痛，就感觉人拢足紧张的。啊，毋过这就是我经验无足，因为老师伊就是足侪物件，伊逐摆伊拢袂吝啬。爱紧甲你教，紧甲你讲，啊，就是讲恁伫咧内底一时吼要学起来嘛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吼啊，老师的歌哦，等阮说教啊真济，伊讲有迄个奥运啊，以前我无了解奥运，我想讲啊，我都要讲台语啊，啊，毋过讲甲唱吼，就是无共款。恁若进入录音室，只要看到我在里面的时候，嘿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迄个我已经伫内底咧营造气氛啦。今日若要唱迄款悲伤的歌吼。我内底敢若去火啊，倒偌济咧，入来内底，你入来内底拢感觉都敢若不对安尼。真是嘞。啊，若要唱迄轻松的吼，你入面吼，卡讲啊，志明人他才300。手讲一摆啦，哦，老师迄讲的表情就足轻松的哦。因为我必须要吼，互迄个歌者入来是讲，啊，老师这300，哦，我这个哎，结果伊咧唱伊就敢，你知无？老师拢会营造气氛啊，所以我的歌有当较悲情嘛，我会记有把我唱情节。想无无怎样对你表明？哎呦，迄个老师的面那苦过咧。所以阮某吼，其实讲吼，你就知影，阮某伊才是足可怜的吼，足可怜，安那可怜你知？我以前伫老师因兜咧练歌的时阵，老师讲，吼，恁老师哦，那少的啦，迄伊慢慢吼，我困吼，规暗拢看人拢无去啦。一起来一想到2句吼，伊就走去写，写来吼想无哦啦，想无，我等去困，倒的，佫无去啊，规暗都一直喊陪。啊，这都无正经困啊，要甲困在路面。因为今日譬如讲，我若要甲王瑞霞配一个这个叫做悲叹的洞箫比的，我迄天要还未出门吼，我脾气都唔对啊，伫厝内都唔对啊。迄个阮某若煮这个菜出来，我目睭在甲伊研啊。这菜单安尼吼，迄个，因为我心境已经先进去了。我感觉师母可能今麦是重度哦。我阿姨都唔则讲我做，我姨讲伊足可怜。哦，足可怜。啊，今日若要过新生，我伫厝内时吼，要出门的迄个前1点钟半点钟，我都安尼过蹛厝内吼。人讲我做388安尼。老师那导演的吼。丢有影呢。无啦，因为迄个已经长期下来，已经习惯了。咱来想办法，就是讲。怎么把它掏出来？真是的呢。你怎么把它掏出来？那是最主要的。啊，你来掏出来以后，等到落刷了后吼，我就无要插伊啊。就是咱无要插我啦。拢无要插伊啊！迄个结果的是，迄个上迄方佑新都捌一个讲啊，
其实，那个来得过来歌者讲，啊，季老师很凶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。结果黄幼熙讲，其实啊不会啦，因为来讲的话哦，他那个录完以后，他就像那个老顽童一样，啊，还未录的时阵哦，嚯，欠伊钱，啥物安尼规个配叫安尼。今仔日才知影讲师母伫厝林大头才当，所以写伊的名合理啦吼。徐小姐啊，老师咧讲，你无亲像阮看到安尼吼，遮尔温顺，搁遮尔认真，讲你安尼规条歌该用唱的。我这是用唱的呢。真是嘞，要请老师制作是不简单，伊个是量身用我的声去制作去编曲来为王水霞写歌。规张专辑听煞以后啊，可能敢若佫欠2-3首啦。我坐迄个位后壁有拖嘛，我就看老师啊，就伫咧哼迄个拖有无？一哼又有几张，伊可能最近写袂歹的歌，伊就安尼一哼句讲，老师这啥物？我看卖咧，结果我就一看讲，老师，你唱互我听，我就伫遐唱。老师，这首我要爱啦，10真好，我要唱啦。无迄首是准来是黄义玲。唔，老师，咱有10真风啊，雨一定爱交互我。咱落雨都发行差不多1礼拜。我就国家讲，我会逐个月拢会去探查市场。咧台北上大的就迄个叫做广州街，广州街规条内底，夜市啊差不多4-5档。是。我结果开始行咧，一档就咧放迄个叫做绝情雨。迄行过人客拢对咧唱哦。第2档过过，嘛咧试。第3档，我讲对啊，下对啊。一块绝情雨会当宣传7个月呢，我为迄个透早同意发票的。明明啊困，明明个唱现场的哦，一定嘛爱去宣传。搁有迄阿斌，搁有罗军啊，做侪电台我走透透。恁南部为举办迄个歌唱比赛啊，50个人唱哦，我坐咧遐吼，50个人有25个人唱绝情雨，为3岁到80岁。你有去看过迄个黄飞无？迄个歌星？我知黄飞。伊伫咧现场沙提雨伞嘛咧唱绝情雨。演唱会哦。对，我知，有。绝情雨。是。佫刷咧，佫有做最近佫一个迄个做，迄个友台某一个查甫的。是。嘛佫甲摕去翻唱。但是当初你写这条歌的灵感，你看到迄个组囡仔吼，咱已经唔知对倒去啊。较早我含迄一个作者陈和平拢同款，拢会去找咖啡厅。陈和平是拢一直去迄个叫做国宾饭店迄咖啡厅。但是我无像伊遐惨，伊一杯咖啡共叫落了，一直叫人加水，伫遐坐坐4点钟，加差不多7-8摆水。我唔是，我是一杯尔，我是伫迄个叫做某一条路啊，迄咖啡馆迄天都咧喷雨面啊，我伫遐安尼伫遐写的是，伫遐安尼咧想无，伫遐看。看到一个差不多40几岁的查某的，抹甲红安尼画红擦白安尼吼，我佫举住雨伞，佫穿甲足水的咧，伫遐一直咧看，我咧用，这个一定咧等迄款有做因迄个嘿，伫遐咧看迄个来袂安尼啦，差不多迄个等做到半点外钟，结果迄查甫才来，2个才带走。我总是袂使写安尼啊，袂使写讲人迄个有做安怎啊？所以我甲变做孝女，甲变做孝男，甲写雨落遮尼粗，甲写咧。雨呐，一点一滴滴落土，心就一阵一阵的艰苦。老师有看到迄个查囡仔伫遐等待，这个着急的心情啊，对啊。系啊。其实来讲，即摆咧写歌嘛，真侪人你有做，有时候人嘛扣咱迄个 demo 安尼扣的，你会记无一条？分一杯一支点，酒一杯一杯互他，雨一点一滴滴落土，心一阵，这个假啊，这个故事，这个形体，形体真正咯。实在随下子啊，甲老师来开感觉，唔知影通好煞。不过老师，今日国情况来足慎重，要拜托你，咱伫心所爱的歌降到头前，甲全世界出名的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阮流乱的手艺。老师请。这一定爱的。老师请坐，老师来，咱坐。就安尼慢慢啊。今日听纪炳宏老师伫咧讲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一条歌会着歌王歌后一句唱了开口会赞，无后。有这个制作人，有这个写歌的老师，下遮侪心情。老师多谢你来，所以阿姊啊，多谢。谢谢哥。真正足欢喜，心所爱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老师，多谢。